家平安，欢迎收听4月初9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要轻率评判他人。我们要读约伯记15章1到35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不要评断人，上帝就不审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上帝就不定你们的罪；要饶恕人，上帝就饶恕你们。路加福音6章37节。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波由知名脱口秀的系列节目所带出的相关的话题，在娱乐抒压之余，言上这个新颖的流行用语，言就是发言的言，那上面的上，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啊。其实言上这一词源自于日本，意思是引火燃烧的现象，而后衍生为在网络上许多人对某些事件有感而发，而引发了集体负面的吐槽批判，造成场面越来越混乱，如同火势急速蔓延般不可控制的现象。简单来说，言上这个词的本质就是网络霸凌了。在自媒体当道的世代，人人都能够在网络上高谈阔论，我们需要用智慧去明辨这些资讯的真伪性，真的还是假的。即便消息是来自身旁熟识的人，也要做好查证的这个功课，避免我们落入这个人云亦云，人这样说，我们这样讲，我们就相信，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在陷阱的当中。人类的天性喜欢评判及批评他人，尤其当他人面对苦难或是疑难的时候，就更会如此。然而，这些的行为却常常带来了伤害和不公平，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对待他人的态度，还有我们所说的言行举止。约伯记15章主要也是以利法对约伯的回应，他严厉来指责批评约伯的言论，认为约伯的话无知狂妄。以利法他认为约伯所受的苦难是上帝在对他的惩罚，跟其他的朋友都一样的观念，因为约伯肯定犯了罪了，所以应当要悔改了。以利法试图透过责备跟警告来劝告约伯认识自己的罪过，希望他能够悔改，但以利法的话语却缺乏怜悯和同理心，对约伯的指责也缺乏事实和证据的支持，因此在以利法的话语当中反映出他的轻率和无知。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轻率评判他人的行为也是普遍的存在，就好像刚才所提到的网络的霸凌，就是说因为有人说不去查证就针对当事人有很多的论断跟批评，很多人对他人的行为、外貌、思想也都会有不公平的评价，甚至攻击他人的尊严和人格。我们看到这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和这样的一个不公反映出评判者本身的轻率跟无知。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方法来避免轻率评判他人。首先我们应该要保持开放的态度跟心态，尊重他人的想法和信仰。其次我们需要学会关注他人的情况跟需求，为什么他会讲这些话出来，并且也关心为什么你会讲这样，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事情我可以了解一下。最后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从自己本身出发，反思自己的行为跟语言是不是已经造成了他人的伤害跟不公，并且我们可以思索我们的话语，然后做一些的调整。因为我们所说的话语如果合宜，好像既是良药；如果说的不合宜，好像利刃一样去伤害人。所以轻率的评判他人是一种负面的行为，会导致对人际关系造成不好的影响。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应该学习尊重他人，理解还有欣赏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在建立互相的尊重的关系当中，我们需要去努力。所以我们需要从本身来做起，了解我们的偏见和不足，并予以尊重跟关怀，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人。我们相信透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公平、和谐、和睦的社会。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做一个可以做得更好，而且我们所说的能够带来祝福，也能够提醒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透过我们的话语使人因你得福。我们来默想，我们是否常轻率来论断批评他人？我是否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他人的观点跟背景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给我们生命的指引，让我们能够了解，在与他人的互动交往当中，谨记我们的口能够不轻率论断他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对别人的言行举止做出了一些自我的判断，而这一些的判断常常是片面的，可能基于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观点，有可能就会造成误解跟伤害。透过约伯的3位朋友，他们跟约伯的互动当中，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更理解他人的感受，也帮助我们能够感受到您的爱跟恩典，让我们能够谦卑来看待他人，以他人的需求跟立场为中心，避免做出轻率的判断。求你帮助我们学会表现出尊重跟理解，并且能够以同理心来聆听他人的故事还有情况，才能够建立彼此尊重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引导，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避免真的是祸从口出，并且帮助我们专注在自己的行为跟言语上面，是不是说出来是神你所喜悦的。恳求你真的是洁净我们的口，说造就人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喜乐，所说的话能够使人得造就，得安慰。我们下次再见哦。